企業員工未必成日留意到 software 或者 firmware 要更新，有機會令到裝置暴露喺嚴重嘅風險入面，好容易就成為 hacker 攻擊嘅目標，導致資料外泄、中勒索病毒，嚴重嘅甚至搞到啲機喐唔到，被迫營運中斷。而未 fix 嘅 bugs 會令敏感資訊，例如客戶資料、財務記錄俾人偷走，企業聲譽同埋財務隨時蒙受重大損失。HP WXP 提供全天候監控設備安全同埋 firmware update， 透過實時數據呈現合規狀況，令到利用自動提可以好快揾到唔達標嘅設備加以修正。利用自動提醒同智能修復功能，大大減輕咗人手作業，提升處理速度同精準度。管理層亦都可以通過 WXP 清晰嘅 report， 掌握企業整體資安狀況，確保順利通過外部查核並降低潛在風險。HP WXP 協助企業建立一個強大主動嘅安全防線，使資安合規成為日常，而唔係負擔，保障企業穩定發展。